台乡亲人5月初1爱阁开始报税了。财政部公布了今年3波退税的时间点，讲上紧7月31会当收到退税。专家嘛特别来提醒讲，有6大报税欠点的行为，请乡亲都要特别注意。 5月阁要纳税啊，民众申报综合所得税就要注意，因为今年报税制度有未少改变。当年度呢，如果满18岁的时候，原则上要单独申报，除非是你在校就学或者是说身心障碍，还或者是没有谋生的能力。 才可以选择合并申报。除了报税年会降价，大家人的生活所费嘛提悬到202000块，加上 CFC 的制度头一届上路，符合条件的人会记得申报个人海外盈利所得。他认为说我根本不用缴税，他没想他原来他可以有扣缴退税的问题，他就忘了申报。 原则上呢，即便是他退税的话，也是要申报。报税难免会互民众怨叹，财政部嘛公告今年3个退税时间点，第一批上紧7月31号就会当领到，互网络手机申报的民众使用，需要伫咧5月初10之前，甲世界试算书交去户籍地国税局。第二批伫咧10月31号，互人工也是 QR code 申报的民众使用，世界试算书需要伫咧5月初10交去非户籍地，也是5月11交去各地区的国税局。 最后一批是伫咧明年的正月20，互未付申报的族群使用，嘛建议民众选择直半退税，嘛会当付钱直接入去口座。 另外，专家嘛提醒，报税有6个 NG 的行为要注意，包括翁仔某分开大，毋过无照规定照实来申报；免税额申报错误，申报的时甲所得的资料变更也是刣掉；所得闹交无报着，申报袂当列报的扣除额，还有网络申报的资料无传起哩。提醒民众毋通犯这的错误，以免纳税失败，搁爱报税，互人处罚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